他不在这儿，不用找。让你来了就好。他们这帮人都是神经病，我觉得连父皇也都疯了。哎，你在说我吗？夸张，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才不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哼，童言无忌，元宵宁愿吃我这个不干不净的，也不要吃某些人那些干干净净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赶紧抓紧时间吃，别浪费了别人的时间。皇上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呀。满足了吗？满足啦。那天色也不早了，幼女要告辞喽。不要，这命令你留下来陪我玩躲猫猫。你们两个扮演拓跋亮，负责抓我，看你们俩谁能赢。拜拜，我先走了。不要吧！一个人玩分不出胜负，留下来吧。你该不会是怕输给我吧？你谁呀你？开始了啊！10、9、 8、 7、 7、 6、 5、 5、4、 3、 2、 1。藏好了吗？我们来找你喽。皇上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发现你了。他不在这儿，不用找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真的很输不起。我先发现的，我一定能。不准进去！让你看。哎呀，你们俩倒是玩得挺开心哈。我呢？我在里面快要被你们俩憋死了。哎，真不玩了。那你不玩了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回家。哎呀，妖女，这没说要睡觉，咱们去画画吧。不要，我回家了。不要，我要回家吧。走啦走啦，咱们画画去啦。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用户无人接听。还要出去吓人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暴君家里帮冯峰吗？你的逆向思维呢？脑子坏掉了？让冯峰去救场，就等于变相的让我换班。我也是人，我也需要吃饭、睡觉、打豆豆，我都被折磨一天了。还有，人家冯峰自己都不担心，再说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你一天到晚瞎操什么心呢？不是有病吗？还真把自己当冯峰男朋友了？什么叫当做？我就是。Holy shit！ 不可能！怎么了？羡慕嫉妒恨呢？就算冯峰不要李欢了，他也不至于品味直线下降这么多吧？我可接受。疼，轻点儿。这个不能告诉你。你告诉我嘛，告诉我。这么神奇啊？那你教教我，我也要学。教我。笑，有那么好笑？大哥啊，牛啊！得冯峰者得天下。比老二牛大了。比我牛，跟我牛宝宝差不多牛。妖女。
啊，你到底怎么受的伤啊？还不是你那个无聊老板。你有证据吗？你看见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了吗？我，怎么，你要替他洗白啊？到底有没有？我看到他的车开过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呀就是心理作用，瞎猜猜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在车上。你也在？嗯。所以啊，等你搞清楚状况再说，别老是空口无凭。可是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哼哼，就你这张嘴，不知道得罪过多少人，有多少仇家，自己还感觉良好呢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千800回了？啊！干嘛？疼死你！没素质！啊！就在这时，小公主突然被一个人抓住手，这人竟没有脸，这人是无脸妖怪。有那么可怕吗？让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家过夜，成何体统？哎，不是为了柳儿，我才不稀罕来这不三不四的地方呢。哎，这么委屈就别来好了。你下次求我，我都不给你开门。哎，你……哎，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给妖女开门。你别哭了，我会来陪你的啊。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？你应该说，不许打我饭店的主意，否则我就不来。你别打我！别装了，我都听见了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好，我考虑一下。你也别装了，还考虑一下，你才不会管我们的死活呢。你还要道歉，你个被打的小白脸！我为什么要道歉啊？我又没做错事儿。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啊！走了。哎，妖女，这么晚了，你就不怕无脸妖怪吗？你够了啊！我不怕，不怕。妖女，你别走，妖女。你笑吧。要是这妖女真的被无脸妖怪吃了，这也不活了。哎，臭死了！你立马给我回去睡觉。哼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宝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你男朋友担心你，非要来。说什么呢？可以，什么时候把他给烧了，你通知我一声。什么跟什么呀？走了。等等我。